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袁绍的人头，死得不漂亮啊！死得不漂亮啊！与水镜八奇相比，奉先你还是棋高一招啊！可笑的是，袁绍兄屈尊降贵，甘当一名小卒，未免太过委屈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出手太迟了。什么？袁绍还活着呢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袁绍、袁方，他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公子，袁方谋划的本是一条起死回生的绝妙好计，可惜却败在了文丑手上。我早知道你在拖延时间，但并不清楚拖延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就先陪你玩一玩。袁绍帐下皆乃忠勇之人，方才一听到袁绍的死讯，这两人便疯了一般向我扑来，一心殉主。而你却没有这么做，是你文丑的忠勇之心不及此二人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所以我料定你的目的是为了牵制我，使我远离义父身边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当袁方献头之际，你立刻向义父所在之地全力攻了过去。以你的实力，一般兵卒当然无法抵挡。如此一来，连一直守在义父身边的华雄也被引开。这时，义父的身边已没有得力护卫，这正是袁方出手的最佳时机。这家伙不是人呢！文丑，我明白了这里了，这一切都是我的疏忽，公子。若不是你一早就预测到我的行动，忍辱负重等待时机，这计谋根本就无法成立。我们各自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，今日虽败，袁方亦无悔了。可文丑心中有愧呀！就这样结束，我不甘心了。或许这就是天意吧。我看见一只有力的手放在他绝对信任的人肩上，在众将士的欢呼声中，我感觉到自己败得彻底。大人的状况看起来有些不妙啊！大人无需惊慌，还有我们兄弟在。上面的是谁？给我出来！这个声音是……哦，差点忘了。来人，给我抓住那家伙！我军还有一支无法驾驭的骑兵。这就是人称奇才的袁方吗？你还要躺到何时？在逆境中，可需保持冷静，冷静乃军事之本。
心无力。这不是传说中的吕将军，吕将军，这人就是赵火。杀许大人和我父亲的凶手啊！这么说，此人就是残兵之首。这小子不是死了吗？一切真的是不奇妙。更奇妙的是，我看见一个愤怒的表情，这个表情告诉我，吕布已失去为将之英勇的冷静。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计谋，任谁也无法做到算无一策。以前那个总说自己管仲在世、子房复生的司马家二公子哪儿去了？哎，童言无忌。不过，即便一切都失算，我也替你留了最后的杀招。那怪物终于来了！火哥，来的正是时候。什么正是时候？这家伙就不能早点来？别乱，守住阵型，别乱！你终于来了，竟然连吕布也乱了。仲达，你说的机会来了。用兵之道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用虚效制造真效。阿火，最后的杀招就是赵火。从一开始就不是吕布。董卓，初次见面，后面！许灵死后，我们一直在找那独眼杀手，想不到这只是一个幌子。更没想到，残兵的首领就是你。有件事令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和他们不一样？相传残兵皆为身有残缺之人，可我实在看不出你哪里。怎会如此？他结结实实吃了吕布一击。那小子竟然没事？难道你天生就没有？对，孺子可教啊。他是人吗？人们都说吕布不是人，要我说，咱们这个疯子老大比吕布更不像人呢。你喝了？啊，这不是酒吗？傻瓜，这可是四叔特制的穿肠破肚芥辣油。是吗？我还以为是酒。竟然整瓶喝光，你会痛死的。我现在全身暖洋洋的，死应该不会这么舒服吧？你这副鬼身体，与行尸走肉何异？仲达，痛到底是什么感觉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想知道什么？想知道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也会怕死吗？哼，当然。那事情就简单多了。用你这条命，
换这里所有人的命。怎样，这买卖很划算吧？的确很划算，只是董某也很想知道，想知道什么？有你在这里制住我，其他人方可脱身。那么你自己又要如何脱身呢？二哥，那小子真的是怪物。大哥看人最准，绝不会错。以命换命，这就是残兵吗？这次多亏了阿火，我们和这些百姓才得以逃出升天。这个疯子，幸好我和这家伙是同一边的。哎，没想到洛阳的水土工程如此厉害，只要将护城河的水抽干。所谓的王城密道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几人不是？看来袁绍大人也受苦了。哪里，算不得受苦。孟子曰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其……”袁叔叔，是你呀，很好。芳儿，怎么你连孙家小姐也带来了？后可收来了，我们快走吧。怎么，年轻人又拌嘴了吗？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，还是先跟着袁大人离开此地再说。进马车里坐吧，陪陪芳儿。袁叔叔，我就在这儿陪着您坐坐吧。2年不见，出落得越发漂亮。芳儿有福啊！就这么让袁绍走了，可惜，而且连那残兵首领竟然也脱身了。姓赵的，老子誓要将你碎尸万段！这3个怪人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甘愿以身犯险换那残兵首领一命，真是始料未及啊！算算时间，他们也该要逃出西凉军势力范围了。大哥，那姓赵的真了不起，你果然没看错人。哈哈，能让三弟夸上一句了不起的人，天下间也没有几个呀。你刚才说自己叫刘备，惭愧，不过无名之辈罢了。刘备，你这样做没想过后果吗？后果就是袁绍和洛阳的百姓都保住了性命。那你们自己的性命呢？保得住吗？大哥敢这么做，自然是已经有了脱身的办法。是吗？其实你们只要挟持你去到城外，如此一来，既可逃脱洛阳，又可取你性命，天下第一大功啊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可是，咱们这位脑子古怪的大哥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刘备，说说你的打算。你死了，天下只会更乱。群雄失去眼前共同的目标，必会互相争斗吞并，整个天下都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兵祸之中。到那时，百姓受的苦，恐怕比现在更甚100倍。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甘愿放弃立下盖世奇功的机会？没错，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
你才能保住自己的人头，董卓。刘备呀，刘备，董某几乎就想留你一命了。看看你这个无名之辈，还能做到何时？我不杀你，你也不杀我，礼尚往来，有借有还，方是大丈夫所为。况且吕布不在这里，你想杀我，也并非易事吧？你们记住，我儿吕布要杀的人，没有一个可以活着。今年可真奇怪啊，到今天才下了这第一场雪。换作往年，祭祖节前都下了4、5场了。还不都怪那董贼逆天而行，倒行逆施，惹得苍天震怒。怎么驾车的？小心点啊！抱歉，对不住啊。又流血了。花儿，还好吗？没事，只是有点痛。活该！你说谁活该？再乱说话，小心人头落地。孟姐，布拿到了吗？来了。这是哪位？大美人啊！布拿来了就快帮老子止血。知道了，躺着别乱动。真是的。雷，你怎么样？不碍事儿，一点皮外伤，加一点内伤而已。老大，你虽然不会疼，但全身的伤势加起来比他还重啊！小场面，随便舔一舔，睡一觉起来便好了。我才刚包好，你坐起来干嘛？快躺！到底是谁？躺着怎么吃东西啊？刚才的饼呢？拿来。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鬼啊！理想无恙，铁壁画江山，千里归路曾执掌。礼服气无恙，幸福守空房，10年家书几多行。力气自无恙，仗剑凭栏望，一行归雁走还乡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不度玉门长风万里关山路。离家男儿年轻忽，一夜护家美玉。这人容颜苦，生离世苦，蒹葭黄土，思别时。